好，来继续来看屏东有一个唱水的教练，带学员咧唱水的时阵，伫个后壁湖的出水口发现一只龟腹康，也就是俗称的魔鬼鱼，身长3米，宽是2米外，比一台轿车还搁较大。这种的龟腹康啊，是世界上上界大尾的航鱼。学者讲，这尾鱼啊，可能是对着水流游到岸边来讨食，才会去拄到唱水客。身躯扁扁啊，伫海内面咧游，边仔有唱水味的人对调咧。真正是力伫咧见，伊的体积差不多长3米，宽2米外，真正是有够大只，比一般的轿车搁较大。被发现地点伫咧屏东的后壁湖，在出水口的下水的那个断层外面而已，大概离岸边多远啊？大概20公尺左右而已。教练小麦带这学生学唱水味的时，拄到这个意外的教课，这学生拢真欢喜。为什么可以在这里？其实魔鬼夯是俗名，伊的学名叫做龟腹夯，分布伫各大洋的热带甲亚热带的海洋，主要是食浮游动物甲细尾鱼啊，是世界上上大只航仔鱼。这款航仔鱼三不过是会出现伫台湾的东北部的海域，真少出现伫南部的海洋。可能那边有它的饵料生物靠近，它就追就跟着进来了。因为外形真性密薄，所以讲叫做龟腹夯，加上体型真大，嘛人叫做魔鬼鱼。目前已经被世界自然保育联盟列为初级的保育类的动物。伫后壁湖拄到龟腹夯，已经有不少唱水的人陆续入水，伊嘛讲会使搁看到。